中間。尖進，呢個波佢哋行翻後邊。呢邊場準備開波，嗰邊場未完，你睇佢嗰邊。掉場，轉身走。轉進，爭半步。我講真，我講差啦佢，2打1。好嘅。高波。你唔喺嗰邊嘅點解？你唔喺嗰邊嘅？係喎，佢應該係仔。對波。掉遠啲啊嘛！喺度波，快啦！一有波球。冇防，好！差啦佢。好啦，轉身手，右翻嘅。哇！掉用手得啦。起勁開，轉身走後場。踩射，轉進慢慢，等等，起正近啲啊！個球喺度，幫個球做，轉進開，下球4個，好啊，謙信講。開射，連進橋。好嘢，去晒謙信。過喺度，咩？轉進快啲！出晒嚟！下面俾低粒波，你得嗎？呢個咪 NBA。已經走啦，唔好走佢啦，長就贏啦，要穿到嗰個。開！到上，1打1，太遠咯。過呢度。呢
呢度，唔該同啦。快啲啊！好好，準備定下一場賽事咧，C 組會係牛寶媛小學對增城少林小學，麻煩負責老師咧都將出場紙交咗去報到處度。咁 B 場進行嘅賽事會係伍前卓小學對胡小嘅，麻煩胡小嘅教練領隊老師都將呢個出場紙交到去報到處。拉邊，對啦，呢邊場合重複啊！一陣間喺下一場進行嘅賽事，喺 C 場進行嘅賽事咧，會係牛寶媛小學對增城少林小學。麻煩呢兩間都交到出場紙嚟到報到處。好，另外 B 場會進行嘅賽事會係伍兆上小學對胡小嘅，麻煩胡小嘅教練領隊老師咧都交到將出場紙交到去報到處啊！拜。喺度稍作提醒啦，麻煩咧 C 組嘅球隊到比賽進行得差唔多啦，可以喺場邊準備啦。好，至於 B 組嘅賽事都可以喺場邊度準備啦。好，另外想請增城少林學校將出場紙交到我哋嘅報到處，好等我哋咧都交到俾球證，到賽事能夠順利嘅。快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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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啲回，嚟去道信，道信，係，唔緊要，再踩一隻，一腳，準備跑喎，球證，好快，氣靜開啊！邊場啊？講道信嗰個。講住啦。邊場？根本就係坐緊火船。殘死隻差過冇㗎啦。快啲！志哥幫你！追上我推死佢得。高山，上波。係波呢度。走啦，志哥！阿仔啊，冇咩用腳踢㗎。好尷尬你個教練，好似冇教過咁啊！
龍門後邊咧走去，我得啦。篤俾啊！回踢咪得咯。你睇下林一翔飛死。好，C 組已經完成咗嘅賽事咧係蒙恩對光明英來，即將進行嘅賽事咧會係侯寶榮小學對增城少林小學嘅。